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7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出埃及記24章第1節到11節，羅馬書15章22節到33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約。現代人簽約總是會簽訂一式兩份。迄是因為兩方攏愛留底，迄是約的記號，也是講保證。無論是政治上咱咧講的備忘錄，簽訂協議，商業上的合約，攏是安尼處理操作。基督信仰對舊約到佇新約，攏是用約做聖經記載的基礎。但是比較較無共款，特別的是聖經咧講到約，是因為人已經攏得到上帝的恩典，然後甲上帝才甲人來立約，並且佇約定的雙方並是非常平衡的付出。咱拄則講上帝已經先付出啦，所以咱看。上帝賞賜予亞伯拉罕囝，然後才甲伊立約，就是迄個割禮。上帝已經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已經到佇這個西奈山骹，上帝才甲因立約。出埃及記24章第1節到11節，記載着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約的這個經過。聖經的經文安尼記載立約的會。上主對摩西講：你甲亞倫、拿達、亞比戶以及以色列的70個長老，著上來我這，對遠遠的所在趴落去拜我。只有摩西通就近上主，其他的人毋通活來。人民嘛毋通甲你做伙上山。摩西落山，將上主所有的命令甲規例，攏講互人民聽。人民齊聲因講上主講的話，願攏要遵聽。摩西將上主的話攏寫起來。隔日透早，摩西佇山骹起一座祭壇。照以色列12個支族，採12支的石條，伊閣派以色列的少年人去獻燒化祭，嘛獻牛，互上主做平安祭。摩西將火一半放佇盆裡，另外一半壓佇壇的頂懸。摩西閣摕立約的冊讀互人民聽，人民因講上主的話，願攏要遵聽。摩西將盆裡的火壓佇人民的身上，講：這就是立約的火。這個約是上主照伊的話甲恁結立的。摩西、亞倫、拿達、亞比戶以及以色列70個長老攏上去山裡，因看見以色列的上帝，伊的腳會親像鋪拿寶石，親像天遐尼光亮透明。上帝無出手傷害以色列的領袖，因攏看見上帝佇遐也食也啉。上帝施恩賜予以色列人，予亞伯拉罕就要求因着愛遵行伊的命令來對伊行，就賞賜應允賜福要予因。保羅一直希望會當去來訪問羅馬，就算是安尼，保羅依然記得着耶路撒冷比較較崇向的基督徒，
也因为马其顿教会基督徒因的心智甲约定，好若亲像因伫福音顶悬欠债共款，一定爱行，因为这是约定，这是约的精神。既然着入约，就爱亲像行债共款，必定爱去执行。保罗伫写配合这个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批信，罗马书15章22节到33节中间安尼提到：我有真济遍拄着阻碍，袂当去恁遐，毋久呾伫遮个地区无别个所在通去。过几啊年来，我一直伫望会当去恁遐。即便要去西班牙的路上，我望会经过恁遐去看恁，先甲恁有一段的时间欢喜的交陪，然后才互恁甲我送行，继续去西班牙。毋过我现在着先去耶路撒冷，供给遐的信徒的需要。因为马其顿甲阿该亚教会欢喜献一笔帮赞耶路撒冷一寡散者的信徒，这是因欢喜做的，其实嘛是因所欠的债。既然犹太信徒甲外邦人分享属灵的福气，外邦的信徒应该伫物质顶悬帮赞因。听候我这项代志做好势，将全部的这笔钱交互因了后，才经过恁遐去西班牙。我知我去恁遐的时，嘛会将基督丰富的恩典带去互恁。兄弟姊妹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圣神所显示的疼心。我请恁尽力，甲我做伙，为着我祈求上帝，互我免受到犹太毋信的人的陷害，佮互我伫耶路撒冷办理供给的代志，会得到信徒接纳。安尼，我就通欢欢喜喜照上帝的旨意去恁遐，甲恁做伙重新得到快乐。愿赐平安的上帝甲恁大家同在，阿们。伫要前往这个罗马，不只是保罗的心志计划，嘛是会通讲是伊甲罗马教会的约定。既然计划一直被改变，虽然安尼，但是伊最终嘛是去啊。约是一个真需要执行的吼。讲执行是真重要的一项事，就是基督徒就是约的门徒啦吼，无去实际的执行是袂使。诗篇111篇，哈利路亚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会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赐予因。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，伊的律例确实有效，永远袂改变。照信实公正制定，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立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
照安尼遵行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感谢主是允许互阮有并甲阮立约，保守看顾阮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正做一个实践者，正做约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